聖經撒母耳記上12章21節，若偏離耶和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，是無益的。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清楚明白，千祈唔好偏離耶和華。即係意思話，你已經認識咗耶穌基督，你已經知道呢條道路係啱嘅，你已經有咗個正確嘅方向，我哋就要依靠主，侍奉主，唔好偏離。因為你偏離唔侍奉耶和華，你去侍奉那些不能救人嘅虛神係無益嘅。呢個係虛神，可能講係指偶像。原文嗰個意思係空虛嘅事，fertile things， 無益嘅事。你咁樣做嘅時候係無益嘅。求主幫助我哋喺我哋人生裏邊，真係要選擇做一啲有益嘅事，做一啲能夠造就人嘅事，做一啲能夠真係可以建立自己信心、侍奉神、叫神得榮耀嘅事，唔好做一啲冇益嘅事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